未信小乘者，妙必问经中，如来自说故，其意及因理。这里讲到的就是这个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些功德呢，都是佛陀他自己有时候就这样的讲过的，就妙比请问经。那么这个是在妙比请问经当中所讲的，也是佛陀所讲的那么妙比菩萨问佛陀是为什么问呢？就是因为这些我们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这些是真的有这些的功德吗？为什么有这些功德？那佛陀也是特别的，就是为了有些修持者呢，就是有想要信仰修持小乘的，那么就是有点害怕做大乘的这种大功德的这些圆满大功德的这些质量的方式，能够可以机制进账的这个当中呢，就是有一些心量比较小的，能够可以从他们本来的想要信仰的这个小乘当中救出来，让他们接触大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目的而所讲出来的那么就是妙比菩萨的这个行问经当中，然后他这个理论上是这样，从他的这个道理上讲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在那个愿菩提心的时候也是会有得到这种的功德，而且行菩提心的时候也是更有能够可以得到这种功德的。这个从这个他的这个理论上来说的话，也是一样的能够有这种功德的。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菩提心它的功德是已经超过所有一切的功德，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所谓的菩提心菩萨是没有任何的就是为我自己的一个心，一直都是为他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所以怎么说呢？菩提心的功德是非常大。这个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这两者来说的话，就一样的，就是有从愿菩提心的时候开始，就可以得到这个功德。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相当就是这些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的方面，就是讲的话，就下面是第21个，对不对？对。第21，力成立愿心活义之理渊的光大若己思了欲，有其诸途疾，具此了义心，祸福无求尽，况欲求除有情，无量不安乐，乃至欲成就，有其无量德。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有些平常的任何一个功德中，为所有一切众生法愿的功德才是最为殊胜的。那我们前面呢，就是我们普贤上师言教的时候也是有讲过这个功德这个故事。那么但是在这个菩萨行论的当中的一些的名词，它的一些的道理也是有结合了这些的故事。那么相当就是在这个我们讲到这里呢，就是曾经有讲一个人在印度的一个故事当中，佛教故事当中有一个人，他呢就是过去大海里面做那个经商的，这个故事有讲过吗？你们记不记得？那他呢就是在一开始他妈妈就是要不让他知道他的爸爸的这个行业，原因是什么？他过去他们家没有小孩的时候呢，就是唯一的最后就是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前面的很多的兄弟都已经生下来以后就死了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成长，所以呢他取了一个名字，就是扎后不莫，就是扎后家的女儿一个儿子
取名叫女儿，就是要取女生的名字，就一直叫女儿女儿女儿，这样的话，那就是避免他前面的这些结啊，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个人的名字就是他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男生，但是也是取名就是人家都叫他女生的一个这样的。我们这个故事我们今天不用特别讲，因为就是普贤上师言教的时候也有讲过嘛。然后最后这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就他最后呢，就是因为他走的时候，就是对他的妈妈踢了一个嘛，用脚踢了一下他妈妈的头，然后他就走了嘛。因为这个呢，就是那本身就是所有的佛法里面也有对这个父母的护持跟服务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功德啊，这个讲的地方也有很多嘛。所以同时他呢就是没有听他自己的母亲的话，违背了母亲的心愿，然后他去大海里面取宝的做这个行业嘛。然后这个行业本身来说的，他的爸爸的行业，他爸爸是印度的这个种族来说的话，就是爸爸做了什么行业，那就儿子必须得进行这个行业的。那当然这个就是民族的一个那个文化啊，当然这跟这个也有关系的。但是他妈妈的话就不让他做的情况下，那应该是妈妈的以这种坚持的一种想法来说的话，也许可能他也可以不去做这个，那也能够可以养活的，也许可能有这个办法。但是无论怎么样，他是已经去了以后呢，他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到达了一个铁梭，一个电钻一样的一个铁钻呢，就是转在他的头上，然后他的骨头跟他的这个脑含的那个脑水都是有喷出来的这样，但是也是没有断生命嘛，没有断气，也非常非常痛苦。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是痛苦到不行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发愿是什么呢？任何一个像我一样剃妈妈头的人感受这种痛苦的话，那以后的话就是不要有任何众生这样的痛苦，所有以后要痛苦的这些众生的痛苦都是我来代替。他就已经痛苦到不行的时候，他就想起这样的一个发愿。那我们就平常都是说，有人生病的时候，都是说为众生发愿，为众生发愿，这就是一个这样的道理。那但是很多的病人来说就自己已经痛苦到不行的时候，就是发愿说，我这样的痛苦能够可以代替所有的众生。如果是有代替所有的众生，不用在这样的痛苦的情况下，我愿意感受更加倍的痛苦，这样的发心是很多人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没有学习佛法，因为不知道菩提心的真正的力量的时候呢，他怕我真的会不会变得更重啊？我自己已经很痛苦，在这个上面再加很多众生的痛苦，我来代替的话，那我怎么办？这个什么呢？这个里面的发心是做不到的原因是我执没有断，我执没有断，那就还是我自己要好，那就众生的痛苦我不敢代替，代替的话我的病会不会严重？就这样的一个害怕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执。所以这里面所讲跟这个如菩萨行论里面的这个刚刚的前面的这个这一句这10句的，另外那个我们刚刚那个故事两个连接起来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最后痛苦到不行的时候，他就没有想说我的痛苦减少，他没有这样想，他就有过去他所造的业，就是有从内心里面忏悔，然后同时他就想到了一切众生，相通的跟他一样的剃妈妈的头的这种的人，同样的会感受这种痛苦的话，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的可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能够可以代替所有这样痛苦的人，你这样一想的时候，他就一个刹那之中就解脱了。
这个故事是有嘛，对不对？所以这里我们要听懂的就是什么？他今天讲的就是什么？发心的力量，发心愿菩提心的力量这就是愿行菩提心的力量。那么这个里面来说的话，也是它是愿菩提心的力量。所以既然愿菩提心有这么大的力量，那我们就从一个平常的时间或者是任何时间，必须得要好好的发菩提心才是对嘛，对不对？对。自本作人着光